啊，歹势呢，我你休一下啦。对啦，那你可以去啦。我未食饱。你慢慢来食啦。嗨啊。顶回春着因大兄吼，当春着过头好长的时阵哦，伊有甲我讲着阿梅呢。伊讲吼，伊甲阿梅拢有联络啦。所以我想一下吼，我感觉你应该是要去台北走一走，去找阿梅倒来。我唔足想要阿梅找回来，不过我惊咧，我唔知阿梅今日的处境到底是啥物意思。哎呀，你嘛知影阿梅的个性，伊会安尼做，一定是有伊的苦衷伫咧啊。你也唔当面去甲问个清楚，你是爱啥要怎安尼放弃啊？啊？我哪有可能放弃阿梅啊？我就是知影你无可能，我才主动甲你提起这件代志。你心内明明都未放咧阿梅，啊你甘愿安尼待遮戆戆啊等，啊你也唔找伊当面讲我清楚。你唔通安尼啦，也是听我的话。你若安尼戆戆啊等落去哦，阿梅唔知佫会当作讲哦，你离严书早就签好啊。万不离。无万不离啦，啥物代志拢是你一个想法，啊阿梅一个想法，这拢唔是真的啦。听我的话，去台北走一走，你去找春条因大兄，伊一定知影阿梅伫倒位啊，吼。嗨呀！亲像讲阿母求你好无啦？你莫搁蹛遮孤独啊！你若无为着你家己幸福设想，你嘛要替我迄个外孙小想一下。是啦，有啥物代志去找阿妹，当面讲我清。无听到伊若知影讲吼，你甲伊即马还未签伊的原因，伊绝对一定会倒转来，吼。先这。放心啦，有我甲阿扣阿弟，做你放心，紧去吼。出来代志才麻烦恁吼。嗨啊！你这抓去台北吼，一定都要带阿梅甲阿云啊倒转来，吼。会啦，我来走吼。好。阿 Q 啊，我实在是足自私的，我拢敢若想着我家己，想着日升、阿梅、阿海啊，陈新娘啊，你莫安尼讲啦，这吼是阿梅的厝啊，所有的一切拢是属于阿梅的，伊若肯转来，我嘛替伊感觉足欢喜的啊。阿 Q。宝尊呀，宝尊呀，你走啊无路用啊！你愈走愈确定，你就是你宝尊。阿 Q。宝尊呀。阿洪姐啊，多谢你救静文。宝尊呀，迄当阵哦，到底是发生什么代志啦？迄一天，开枪毋是咧平啊，是平啊后壁的杨局长。杨局长为着要救我，开枪拍死迄个平啊，了后放我走。伊叫我一定要离开台湾。
永远拢莫转来，嘛袂用互人知影我阁活在这世间。若无，一定会去拖累着伊。哦，原来是安尼哦。所以阿妹看到的尸体是迄个囡仔的哦。我对东石坐船仔先倒去琉球，了后转去东京，以一个日本人的身份，踮咧日本住落。这一住就6年啊！我足孤单，足寂寞，足思念厝内的人。啊，毋过为着逃避，为着我甲杨局长的约束，就算讲我搁较思念厝内的人，我嘛毋敢互人知影我搁活在这世间。啊，毋过亲情是切袂断的，我也是转来啊。吴春兄，你敢知影哦？你离开了后，发生足侪代志的呢。我知影春潮已经死啊，阿妹嘛，互我牵拖甲离开故乡，规个人家拢加散体，拢是为着我。阿妹甲阿芬，我最思念伊，嘛足想要见伊。吴春兄，这你放心啦。迄陈新娘吼，已经叫阿海啊去台北找阿妹哦，啊，搁有阿芬啊，无你甲过2天啊吼，因就会转来啊。到时阵吼，恁一家伙仔就当团圆啊。袂用的啦，我若留伤久吼，早晚会去互发现的。我若要见伊，一定爱去台北一撮。阿 Q 啊，你敢知影因即马是住在倒？我敢若知影吼，阿妹有甲村长阿兄联络啦。啊，村长阿兄倒咧提包迄一只，迄英雄大女侠伫遐做工课啦。啊，其他我都毋知影啊。安尼就有够啊！阿 Q 啊，多谢你，我即马来去。哎，无创啥，陈新娘哦，足思念你的呢。敢讲你真正忍心，无爱互伊知影讲你还阁活的哦？袂用互任何人知影，尤其是阮阿母。伊若知影我阁活在这世间，一定会真欢喜，一无小心就会漏失秘密。阿 Q 啊，我来拜托，你一定要替我保守秘密。这件代志事关重大，我个人的代志是小事，我袂用去害着杨局长。阿 Q 啊，拜托你啦。好啦，我会替你保守秘密啦。阿 Q 啊，多谢你，多谢你为着阮阿母，为着进门所做的一切，这几天我拢有看到。吴春兄，你毋通安尼讲啦。我一定爱讲，我这个无路用的老爸，无路用的后生，啥物拢袂用的做，干那应该对你讲一声多谢。你的温情，我林木春这一世人拢会记。陈新娘，阿 Q 啊，哪会来？这鱼仔吼，我已经洗好啊啦，暗顿的时阵吼，摕出来煎煎好啊。啊好。陈新娘，等我来啦。哎呦，免啦免啦，哎呦，你定定来厝内甲我斗做工课，啊，搁定定掠鱼仔来互我，毋通互你斗做啊安尼啦，歹势啦。哎呦，陈新娘，你莫安尼客气啦。啊，阿 Q 啊，我真久无看到日升安尼，啊，无你连工若要来吼，带日升来到这门做阵佚佗啦，吼。好啊，我后盖吼一定带日升来看你啦。好好。啊，毋过这囡仔吼，足热的呢，我惊讲会甲你吵着。哎呦，囡仔本来就是较奢侈啊，安尼哪有要紧，安尼好啦。啊，若要亲像阮进门啊吼，脚都无方便。阮进门若是会当亲像日升安尼吼，就好啊。陈新娘，你莫安尼讲啦。啊，你甲进门吼，教甲遐尔啊乖，啊，搁遐尔啊捌代志，你该感觉足欢喜才对啊。囡仔即马生性是乖啦，啊，毋过后摆，毋知是毋是共款会离开我。袂啦，阮无剩以前，都已经互我足失望的，我毋敢讲梦啥物啊。陈新娘啊，假使讲吼，
无剩遐个我的，你会安怎？这个问题，其实我已经想过了年啊。我一直无法度通接受讲阮无村已经死的事实。啊，毋过不管阮无村是生还是死，我拢注定都要失去这个后生，因为阮无村一个出世了后，就敢若好亲像注定，伊毋是我一个人的。头家，嘿，啊那，啊，阿海呀，啊你来半工来啦？遐侪年无看，你还阁会记得我？我当然嘛会记你阮玉梅啊的翁咧，对无？来来，遐坐遐坐遐坐。好。这伫遮大，敢会使算较俗啊？哎呦，讲安尼，你当然嘛是甲你拍折。哎，啊你安尼今仔全工来，啊是要找玉梅啊是？你敢知影伊伫对啊？啊当然嘛知影，啊你免赶紧啦，啊这杯茶哦先哈者，啊若啉了后吼，我再带你去向你翁仔某见面啦，哈。头家你好。嘿。来，当时啦，坐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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有啥物呢？专工要找玉梅的啦。这个我麻烦你啦。袂啦，会顺的尔都。阿雄啊，啊无你先陪阿海开讲一下啦，我拄好有代志要找头家娘讲呢。有代志要讲啦。好，来，咱开讲，来开讲。我你开讲。嘿啦，我好，恁坐来。我知影后尾这几年来哦，敢若无啥愿意甲阿海见面啦。安尼哦，毋过人是翁仔某呢，啊咱当讲连翁仔某莫见面，安尼若好？这你唔捌啦？有啊，啊你无讲我要答啊，安怎啦？啊都阿妹哦，已经决定要甲阿海离婚啊！咩啊？即马阿海哦，向来找阿妹啦。咱若是安尼无讲无道，都带阿海去找阿妹，我惊阿妹哦会怪咱的。哎呀，你做你放心啦，阿梅哦，即摆生活真好啦，免烦恼啦，吼。麻烦你啦。啊，袂。哎呦啊，这两组人是安尼起楚楚，咱毋知讲伫毋知咧讲啥，我来甲看卖，啊你啉茶，吼，我来甲看卖。啊恁两个起楚楚，当时咧讲啥？咱讨论了安怎啦？吼。听讲哦，玉梅无啥要见面啊，啊毋过拄讲带伊甲伊见面，啊但即马我是要乱讲。对啊，哟，无安尼啦，先叫伊当只等，啊咱来找阿梅讨论看卖。咱两个去找。哎啦，就安尼。阮是当时要带我去找阿妹。无啦，啊，就安尼啦。啊，我拄啊吼听因翁仔某在讲啦，讲啥物玉梅啊去办代志，啊，毋当时才会转来，啊，你别赶紧，啊无吼，先去房间休困者，啊，我举锁匙来甲你开门，行，来房间休困，啊，你行李关咧，行。等阿妹有消息哦，我一定会甲你讲啦。嘿啦，你要困啦。先休困。身份证免登记哦。免啦，迄外人啊，咱家己熟悉。哎，那你家己的啦，如电机的啦，哎啦，先休困。哎啦，看咯，我会甲你讲啦吼。好啦吼。哦，要紧。阿妹啊！阿妹，伊个阿海来台北找你呢，今晚就录销。嘿啊。阿妹，你要甲伊见面无？我行啦，行。阿妹，你是毋是要顾虑你阿舅？阿妹啊，经过遐尼侪年啊，阿海对你也是袂死心呢。敢讲你真心不爱甲伊见面哦？嘿啊，阿妹啊，我真正想袂晓呢。阿海人遮可意，啊，搁遮爱你，啊，遮好的翁婿你唔知，啊，白白要让人哦。阿海也是你的翁婿，啊，一生啊是你的囝，你咱一家人团圆，啊，大家快快乐乐，安尼敢唔好？是啊。我离开边个遮济，阿海别惊，事项拢是阿舅咧照顾，我根本就无资格搁做阿海的某。阿妹啊，我讲一句公道话啦，你唔通搁自责啦。当初你会离开，是为着平价咧设想，啊你即马搁为着阿舅伫咧设想，你是安怎无爱为着家己的幸福打算，为阿海立场所设想？嘿啦，我要甲伊见面，就是为阿海设想。这哎，阿妹啊，
我真正生目睭毋捌看你这款人呢。啊，你处处逐项都安尼为别人咧设想，啊，你家己要安怎？我感觉你较戆呢，你啊。是。其实我嘛足矛盾，我真个侪年无看到阿海，其实我嘛足需要，我嘛足想要甲伊见面。 我惊讲我甲阿海若见面，伊袂互我走，我嘛放袂落去。而且，我上惊的代志又搁发生，伊死都搁找着我，我袂使害着阿海，我袂使去连累着伊。阿妹啊，阮是有喙讲较无烂啦，假使哦，你若是搁要遮尔啊坚持，阮也无法度啦。啊，毋过。 不管你是毋是接受要甲阿海做伙，我也是希望你会当去甲阿海见一下面啦。就算讲要离的，也应该当面讲好清楚，你讲对无？嘿呐嘿呐。阿静啊，我即摆心情乱糟糟，等我心情较平静的时阵，才做决定。好啦，啊无我甲阿雄先来转啦，阮等你的消息哦。 哎，你等，啊，是讲咱等的路上对后要安怎讲？对，啥物拢免讲。等我想要见伊的时阵，我就去找伊。哦，安好啦，等你又想要详细呢。哎呀，真正是个足好的翁，吼！你无地坐啊，你无阮等下才等你啊，嘿，吼！啊，是我等下甲伊讲啊。我知，先甲伊讲好，无直接我讲。你上班啦，我问你。 入来。老医师，假使若无啥物代志，我先下班。你是毋是要赶去阿庆因兜？是啊，我想要买一寡物件来互伊。你爱较细记会知影无？我知啦，我先来走吼。入来。倒位无爽快？老经验。田木春，我无死，要毋过我听杨梅讲，你伫人面前已经……讲起来话头长啊。好，来，坐啦，豆豆讲啊。总共一句，林无春已经死啊！我是换另外一个身份转来，啊，毋过你一定要替我保守这个秘密。好，我一定会替你保守秘密。你的代志阿妹拢甲我讲啊。当年哦，伊叫我参加读书会，我煞无迄个勇气参加。我感觉吼，我真歹势。对啦，我对你吼，迄款追求理想的精神甲勇气吼，我足钦佩你的呢。真的，每一个人拢有伊的理想，你也要欣赏我。搁再讲，我是一个失败者，无啥物好欣赏的。吴春兄，你若有啥物困难吼，你做你甲我讲，我一定尽我上大的力量甲你斗相共。你即摆有大个所在无？为着安全起见，我袂用咧住旅社，嘛袂用咧住饭店，我有暂时吼做一间厝。你咧做是无毋对啦，你真谨慎。真个，阿梅踮你的病院上班，伊过得好无？伊伫我遮吼过了真好啦，伊是一个真好的护士，甲我斗相共真侪。安尼我就放心啊。
阿妹拄好下班，我带你来找伊行。袂啦，我袂晓阿妹知影我搁活在这世间。为什么？你来。老师，外口有一个调查局的工程师正要找你。叫等下，我随来。好。又搁是。出呀，你倒在遮唔通出去，我来应付伊。伊真歹应付，你还较细腻的。放心啦，伊来找我几若摆啊，我知要怎对付伊。董先生，你找我有啥物代志？刘医生，我给你介绍一下，这一位是国税局的王科长。这是外面。国税局，你找来这是什么意思？有人举报你申报不实，故意逃漏税。董先生，你实在吼真爱滚耍笑。我正正当当咧开病院，该缴的税我拢有缴，我哪有可能逃漏税啊？这么说有人诬告你了？本来就是啦，请恁以后代志抄清楚再过来啦。我是医生，真无用，有真侪病人等我要甲看病啊，我无迄个时间陪你耍。刘医师，你别急着走，这件事我非要查清楚不可，看看是你故意逃漏税呢，还是有人虚报假案。能否请你随我回局里一趟，协助办案？这明明是你一手安排啦，是你咧无话我啦。刘医师，话不能这么说，信不信我可以办的？哼，我也无做违法的代志，我咧惊你啥？你能搞安怎？那就麻烦你跟我走一趟吧。好，我跟你行。我换一束衫水来。姐，系统来这个桌上，快起起来！我靠人啊！你听我讲，102应该在上了哈。我知影，安怎样？这是因我出钱，即摆阿妹伫个呀，你去找伊，叫较细气。还有，这是林美伟的电话，伊是我那一个好朋友，你找伊，伊会甲斗相共。你也较细腻。你也保重。奇怪，从哪到即马也未倒转来？曾太太，真久无看啊！我唔知影，我啥物都唔知影，阿姨啥物都无甲我讲啦。不要怕，不要怕，我今天是来看你的，不是来办案子。你别起来！你别起来！曾太太，你别起来啊！曾太太，你要创啥？哎，你唔通误会啦，我今仔日啊是专工来看你妈妈的啦。免你加无啦，阮阿母伊足好的啦，阮阿母伊哦，我甲阿妹阿姨照顾，我需要你也加无啦。阿梅阿姨，你们果然跟那个吴玉梅搞在一起。阿金啊，你敢袂记啊？因为恁一家传来不幸呢，伊是来害你的，你知影无？你莫后袂讲啦。从啦，伊还较细腻的啦，莫遐尼大声。他的观念是正确的呀。啊，不过你那单身的人不是我啦，是吴玉梅迄个煽动分子啦。啊，伊是好人，伊这毋是你讲什么煽动分子啦。小朋友，你还小，分不清楚什么是善，什么是恶。哎，可是你妈妈就知道了。阿金啊，你敢袂记啊？恁翁阿姨啊，是好像害死的，是林木春啊，吴玉梅的哥哥啊。遐尔善良的人，若不是林木春迄款人出现，
那膝盖看人家凄惨啦。唉，林茂春是元凶，吴玉梅是帮凶啊。他们呐是专门破坏别人家幸福的人，你哪会甲这款人斗阵啦？你莫去讲啊啦！阿妹阿姨绝对不是你讲的那款人啦。是，他表面上对你们好，极力拉拢你们的心，他的目的是什么？啊？有谁吃饱饭了没事情做啊？自己家里面的人不管，专门去帮一些跟他毫不相干的人。如果他没有目的的话，谁会那么傻呀？你说呀，曾永聪小朋友。你讲什么我听无啦？我刚才相信我的目睭所看到的阿妹阿姨，伊是好人。这几年来，伊是唯一关心我甲阿妹的人啦。关心，真正关心你的人是我呢。啊，这些年来，不管你们搬到哪里，走到哪里，我都一直在默默地关心着你们啊。我就是担心吴玉梅又来伤害你们。我的一片苦心，就是要为你们这些单纯的老百姓除暴安良。偏偏啊，就碰到你们这些不识好歹的渔民。大林啊，阮知影唔对啊，阮了解你的苦心啊，多谢大林，多谢大林，多谢大林。阿母，阿聪，紧来感谢大林的关心啊，紧啊！阿母，阿 Kim 啊，你也不要谢谢。如果你真的体谅我对你的苦心啊，你就应该跟我站在同一阵线啊，不要再跌到吴玉梅的陷阱里面去了。一定会啦，阮一定会遵照你的吩咐啦，大林一定会啦。阿母，莫搁甲伊有任何的牵连啊啦，吼，对即摆开始甲伊倒两段啦。无可能啦，无可能你。大林啊，你莫计较啦，咱莫计较迄囡仔后白讲话啦。但阮一定会照你的吩咐，阮为今日开始哦，绝对袂会搁甲迄个欧阳梅来往啦。阿母，大林是安怎啦？阿母的话你拢无爱听心啦。阿 Kim 啊，咱们的社会就需要像你这样聪明的人。你放心，只要你跟我配合，我一定保护你母仔囝的安全。啊！多谢大林，多谢大林，多谢大林，多谢大林啊！你若是无安尼做吼，将来若是发生什么悲惨的代志，我就无法度保证。你，阿聪啊，你唔通安尼啦！阿母，你哪会当安尼啦？伊是随时要来甲你威胁的呢。阿姨对咱付出遮尔多，你哪会使听伊凊彩讲两句啊歹话？你就无讲后面阿姨对咱付出的一切。你有这些代志你都唔捌，阿母嘛唔捌，阿母敢若知影讲爱平安，只要咱母仔囝会当平平安安活落去，安尼就好啊！我啥物拢无想要知影，我啥物拢无想要知影。其实我当然知影你是阿妹，我嘛是你，遐个家族才会搁出现。就是你啊，就是你甲迄个家族带来的啦。是啊，你听我讲。我不爱听，我不爱听啦。我拜托你好不好？我仔囝即摆已经过了真好，你莫搁再来啊！拜你老婆，遐个家族就会出现，你莫搁来啊啦！你免惊因啦，你惊因要创啥呢？咱也无做啥毋对代志啊，咱哪会惊因呢？对无？你骗啦！我袂搁再相信你的话。摆你若出现，你就甲阮母仔囝边仔来麻烦。你出去！你出去啦！你紧出去啦！你出去啦！阿母，阿母，伊是阿姨啦！阿母，走啦你！阿母，你走啦！你走！这个小囡仔老讲话，你都无爱听心啦！我讲啥啊？我保因都袂负啊，我哪可能来害恁呢？你走啦！我拜托你啦，你莫安尼好无？莫过来害人啦！
吴玉梅，这下够你受的吧？这就是跟我作对的下场。敢找我麻烦？过来，过来，把他抬那个山上去。吴玉梅啊，这是你自作孽，可怨不得我啊。你就在这里好好安息吧。台湾这下就多了个失踪人口。阿海啊，啊这口味会合袂？我家己无啥胃口。哎呦，我本来通啊无胃口，啊你规工拢无食呢，迄铁拍身体嘛袂堪你，免烦恼啦。啊，请因翁仔某吼，绝对我都说好玉梅，啊你紧食者，这牛肉面我煮的呢，啊这汤头看会合袂？食看卖啊。这碗面吼是我安尼研究出来呢，我想讲吼要用我这步吼来做我的招牌，来吸引吼阮这间饭店的人客。唉，你都毋知影，我最近的生意偌歹呢，迄人客吼，一工一工一直减啦。我是讲哦，这招若成功哦，免惊无生意啊咧。啊你毋好顾听话，啊着食看卖咧，食一个好啦。小宝，有找到阿妹无？找是有找到啦，是讲因遐无来，伊是无愿意去我遐，不要紧啊，无你带我来去找伊啊。无啦，你是莫紧张啦，阿妹啊，无讲无爱来见你啊。拄则我甲阿雄哦，有甲伊保证过啦，伊并无拒绝的意思啦。只是讲哦，恁遮尔侪年拢无见面啊，伊难免哦会了啊丢一个啦，所以你加等伊一困嘛，吼。哎啦，人讲哦，食紧拢破碗，哎呀，豆豆啊啦，等久就是你的，吼。我等下，不管偌久，我嘛要等落去。你嘛较
一个，大家白白伫遮等啦，敢若你一个人伫遮下戏。那有多，都实在袂当你啦。要动嘛，就爱动啦。拜托，小看卖啊者，咱阿海啊一个遐阁无放弃，咱嘛拜托，互人一下信心一下。有啊，我嘛想要有信心，我嘛想无要困啊，那我都吼，君神你来找我，无法度，我困一下眠者。那安尼咯，你都甲我徛起来啦，去甲阿海开讲啦，安尼就袂爱困啦，行。莫免讲啦，若爱困就转去困啊，阿妹应该袂来。我咧想，阿妹一定无想要去，无那到呾拢一直拢无出现。事实上，这几年来一点仔消息拢无互我，我早就应该要明白，伊根本就无想要甲我见面嘛。我无应该安尼继续甲伊顾甜。不是，无咯，阿海啊，你误会啊啦，阿妹哦，毋是无爱互你消息，嘛毋是无爱甲你联络啦，是因为伊有苦衷啦。我是因翁呢，就算讲伊有苦衷，伊嘛甲我讲啊。伊安尼拢毋出面，这明明就是闪我嘛。阿海啊，大你唔通安尼乌白想啦，你甲认真想看卖啊？阿妹生足水，佮兼有人缘，才5、6年啊，伊身躯边敢有半个查甫人，对毋对？就甲骗这点，就当证明伊无甲你放我袂记咧，伊绝对无变心的啦。阿妹哦，是有够乖啊！伊安尼行为保守，安尼清查安尼破实无从阮这箍，逐工安尼画红擦白，安装甲安阿拉刀子，袂输我交尻川的。你在讲啥？我啥物人交尻川啊？无啦，你莫生气啦，我是挑伊个讲的，我是想讲看阿海看会笑一个袂，心情较快活袂。一点嘛都无好笑啦，你莫替我本身笑。好啦，莫讲啦，你看，毋通咱甲交尻川的，敢袂输好爸母，你这都，这是安怎？有影才对，你安尼啊，你行要念。哦，是足惨呢。哎，安尼嘛毋是办法啦。安尼哦，我听到杨梅已经转去恁兜嘛，无一定。无安尼啦，伊若毋甲咱见面，咱顺便带阿海来去恁兜。安尼吼，翁仔某去见面，看有啥物代志，大家讲讲切切的，毋知咱踮咧空等。哎哟，咱哪会拢无想到啦？哎呀，行，我带你来阮兜。小姐，你有安怎嘛？小姐，救我！我的目睭无看。你目睭安怎？你目睭安怎啦？阿妹！你绝对无代志。哎，阿伟啊，阿来找你。哎，阿姐，看后面有一个房间你困无？来，这，啉遮茶咧啦。阿妹，啉茶讲哪里？阿妹无伫咧厝呢。咱即马几点嘛？3更半暝啊！伊是会走倒哈？你问我要问啥？可能是知影我要来找伊，听讲无爱记。哎呀，你莫安尼乌白想，阿妹人袂安尼啦，你别乱，才先坐一下，饭菜较等下就转来，来，啉遮茶，坐啦，来，啉茶。这是一个靠背，我甲大声，你是要惊死？阿妹无去旅社，嘛无转来厝，是毋是发生什么意外？还是讲，伊去拄着迄个细洞的？哟，犯罪哦！我讲嘛，这个细洞啊，夭寿死啦，老亡死咧，卡过咧大细机，哪某要鬼咧？哈，你真正。那安尼是要安怎啦？要安怎？煞毋知我顶回甲教示无够，即摆我一定要甲教示来斗啦！我好啊想一个步数，好啊甲修理一下，试看嘛。修理？当兵了哦，伊是调查局的人，你毋惊伊甲你找麻烦咯？伊有权有势有枪咧，你提啥物甲伊答啦？我擦的是啥啦？恁爸照常甲伊看报地啦。这个办法好，看报地，安尼伊就毋知影咱是啥物人，要掠咱无证无据，对唔？哎呀，巧你个死人骨头啦！你是偌久嫌身啊晓？万一去人发现是要安怎？唔准你乱来哦！好啦，
即摆先莫讲这啦，车门较要紧，我先来避。阿叔，你陪阿海啦，啊无我搁去问看卖啦，吼，好。哎呀，这莫安尼黑白想啦，阿梅袂安怎啦？ 较坚强的。到底是伫对啦？现在到底有平安无？上好就莫迄个姓董的，若互我拄着，恁爸绝对有放伊煞。哎呀，那你是安怎？啊，一日到晚要唔破，安气错错？毋是我，就是我，迄姓董的啊！啊，互恁爸拄着，恁爸绝对有放伊煞啦。莫放伊煞！我布地传好啊，来甲唔好做告白，行，哦，行，事情即马从我，行。 是你是讲出声哦，啊嘛无人好认出来，是害你无人走袂去咯，啊！你讲坐下来，咱这马票真准，一念就转来。你。哎呀，谁啊？谁？是谁？是谁？哎呀！ 笨手啊！笨手！我跟你讲哦，你若讲找我有咩麻烦哦，你们不管谁给你看报纸，我跟你讲，哈！救命啊！救命啊！笨手！哎呦！救命啊！救命啊！ 我看迄个姓董的啊，即摆唔敢假笑啊啦。颠倒兵，唔敢假笑的是你甲我。啊，咱拄仔毋才甲伊警告尔。嘿啊，你甲警告甲真出力啦，真大声啊。啊是讲你嘛唔通破查，连差点煞破啊。啊无大声，伊哪知影咱伫甲伊警告啊？哎呦，即款代志都免呛明的，伊自然会知影啦。啊无呛明，伊哪会知？啊万一若想到别位去咧？好了，当你这声枪安尼有够明啊吼！我咧看这颗吼，绝对袂想去别回去。你紧转下甲？袂使啦。是安怎袂使？人家现在就听到你的声，你唔转去，无你是要等人来掠心啦？哪有遐紧啦？是安怎无遐紧？你唔知影一颗吼，若讲话就掠人，我安尼凶介介，你知唔知？啊我若走，啊你咧？你免甲我烦恼啦，花枝囝也无听到我的声，伊若找我，我拍死唔承认，代志唔就得啦。紧走！
紧走啦哈，紧走，紧走，紧走就对啊！来，嘿，我坐咯，来，摕去紧走啦，莫搁坐啊啦，要坐去火车顶才坐啦。我要留落来。啊，你要留来是要做伙跳火坑是无？紧走啦，紧走啦哈！你要走你家己走啊。嘿，啊，等你讲的是啥物话哈？唔是啊，我哪会当讲晒棒棒的，互你家己来切啊，对无？啊，这个代志是咱两个人斗阵聊的呢，啊，要打嘛爱斗阵打，我哪会使家己一个人落跑啦？啊，偌济是你，你敢会走？我会走。啊，你就知我这个人上无可逃去的啊。我听你咧喊过咧。是啊，你哪会拢讲袂翻车哈？啊，你着爱想看卖啊，我一箍人呢，你有囡仔呢，啊，你若去用掠去，你囡仔要安怎？阿妹，你的目睭是安怎啦？当你去远岛出来的时阵，你四个人正到安怎？而且目睭无开。你上好莫出，归去啊！互迄个细洞的当作你已经死去啊！吼！虽然阿妹这几年来无住伫咧厝诶，啊，毋过这种名义上，伊妈阁是我的某，妈阁是立身的老母啊。我感觉这代志安尼拖掉，无的确会较好呢。阮甲你也无冤无仇啊！你是安怎唔肯放过我们啊？天地良心啊！我真是可怜你啊！你去死啦你！阿聪，你唔是陈老师，你唔是陈老师啦！都是我不好。世林，世林。阿海啊，阿海已经决定要甲你离婚啊，伊要娶阿 Q 啊做某。你若就安尼倒转去故乡，敢上因两个人感觉足为难的。你若倒转去了后，你一定会常常看到日升。啊，你若看到日升，你想要甲伊相认无？若无甲伊相认，阿母知影讲你心内是放袂落。你若想要甲伊相认，你安尼敢毋是会破坏着阿 Q 啊种无简单才甲日升建立起来的感情？阿妹，到时阵上艰苦的人是你。